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建筑师在社会上各有 TV， 各度建筑师也希望可以一撮有大有高、大家如地嘅代表作品。喺台中董事行业嘅后生建筑师简志明，亦喺想讲，建筑师刚刚尝试地为有钱人服务下，医生有义务看诊，加建筑师也是得义务起服噶。故所以成立嘅义组团队，为有需要嘅人免费起服。也想改善社區學教嘅空間。近年來，因能許多南投、台東甚至200人也到草地會所參加建築工作。更加還提到高泰建築研究所博士班，陸團教授合作，研究帶領60年高職大學研究所嘅學生嘅團志工去新竹峨眉一個客家莊，用菜地旅遊嘅材料為農村來起5大主題嘅空間。希望帶動當地休閒觀光產業發展。安尼嘅人土建築發展唔但搶做安尼嘅事情哦，簡志明還有幾多想法想要來實現，帶大家共下嚟了解。會動嗎？還會動，這邊這邊還會動，這邊。數字本種嘅速度，村民聽處理，爭議下嘅天氣，那位一片有學生嘅促送。那有一個叫茶樹精，止痛比較好。擦了流血。有流血，對，馬上止血。止血有嗎？有嗎？對，茶樹精有那一片哈。按到同學同村民向夏天樓促送嘅學生嘅，樓送後先教育嘅清槍類，再過樓機保護色。在鑽這個的時候，那個手扶着木板嘛，然後電鑽要鑽的時候就穿過去，沒有注意到手在這邊，然後就直接穿到肉裡面，這樣還好啦，還可以動啊，對，還可以工作，還 OK。將樓送後保護好色，也嘅同學要停定去做色嘅，就驚會拖到工廠進度。小心這邊高度。這邊要稍微斜一點，那個郝娟可能幫我們撐一下那邊。學生嘅相互討論，辦動性嘅上有含有機器上、應用上也到，本單定清嘅田中下，也下自自足足加動勞業。對國泰國研究所、韓國台灣高校類嘅學生嘅同志國來參加台灣義組協會同交通大學建築所合作嘅義組活動，一般係來到新竹峨眉一個傳統嘅客家莊。差不多那個前後的時間，我就有這個想法，說我想開一門課，想要讓學生多一些實作，能夠走出教室，走出校園。那所以就有這個機會，我就大膽提出這樣一個想法，說，我能不能跟你們結合合作看看哈，能不能用這個地方變成我們學生一個實作發揮的舞台。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嘅教授許丕涵，今年參加湖廣村畔嘅試田體驗活動，就同菜地嘅鄉親結緣。有含有建築所博士班嘅學生嘅簡志明，幾年前佢開始推動人土建築嘅觀念，就按呢有為100嘅活動。為什麼醫療工作者有很多人都是在做服務性的工作，然後不求回報，是因為看見了生老病死嗎？然後我們建築工作者比較少在做這件事情，然後都是在幫負擔得起設計費的人做服務。一心想為做建築嘅簡志明認為，做新生意做得起義整，嘅建築師未做得起義做。故從2009年起始，陸小小去到南投及配角嘅原住民部落，神木村嘅良法國小推動，還去到二碰二也了素材，用風工嘅方式同人聽起伏嘅。佢哋參加學位批嘅種夢計劃，實際去探訪同研究國外嘅人土建築組織。人道建築，然後我就覺得，它裡面在做的所有內容，使用材料，怎麼樣友善的使用材料，使用工法，怎麼樣運用對的工法在對的地方，
然后找一群当地的人，用当地的常民文化、常民习惯去把房子盖起来。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定义这件事情叫做人道建筑。然后我觉得，这不就跟异族要做的事情一样吗？廿7年來，建子民嘅藝術團隊，單單係去探討教育文化、傳承、醫療、衛生教育也條，也把佢對農業同產業嘅共同來做。大埔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開嘅自閉生法同重劃藝術嘅考察，同峨眉鄉福光社區來合作。這是我第一次不是在談教育，而是從產業面來切入，而且是直接是從農業的產業在思考說，我們做完之後如何接着就讓這些產業行銷、產業觀光可以馬上可以使用。做嘅活動主要係一本，像我有辦法本後生人進來農村，帶動係按嚟氣氛。看到按到後生人落來了邊，落來了，安尼個自家裝頭按做，本一般看到嘅也裝下後生嘅配，觸及向下自家後生嘅配來注重自家嘅家園、自家嘅故鄉。在峨眉這個地區，我們觀察到它就是一個特別，很多的自然元素、自然風光，這樣一個它的作為它的一個特色。所以當時我們做了一個設定，說我們希望可以用比較自然的材料來做哈。那所以很快的決定用以竹材為主，搭配一些木材這樣的設定來作為我們的構築的材料。而實際去做前，去教書同建子民就帶定學生嘅去到社區同村民互動，用上課學到嘅知識來潛出而實際按到物解。調查這個場域，做測量，同時觀察、訪談這邊的社區人士。當時我們是來了1天，之後學期中同學有想法出來，他們做模型畫圖，然後呢又邀請這邊的社會、這邊的社區人士過去那邊跟我們一起討論。總幹事有帶我們繞了一圈峨眉，就是湖光村走一走。那他就跟我們介紹，這裡大多是以務農為主，對。然後那我們就在這裡看一看，然後就覺得。如果要找什麼東西來代表農業的話，可能稻子是最適合的。對，所以我們主要設計理念是來自於這個。日本藝術設計總共分做5大主題，用材體嘅種嘅塑料、乾葉條來做材料，就像方面控也塗口紅嘅裝置藝術，係用禾春田豐遊嚟遊戲嘅情節來做設計概念，韓國幾多點從幾多機天賦嘅保濕功能來結合。它會有點。亮暗，而且每一根是不一樣的，就像着每一根是獨立的。然後它現在在就是整點的時候，它會有一個報時功能。假設現在是3點好了，現在是半夜3點，它就會亮3根，就是會這樣全暗全亮，然後再等。沒有人會掉下去。等初一期做好，還會拿到球會烘到河水來。寫好總批烘嘅前呢，戴好安全帽。建子民帶定學生嘅細心細意嘅客松橋面烘嘅護欄來吊，還會堅持有吊裝有吊好細帽。這15根就是相連的，所以它就是每一根都有互相受力。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其實我們這個角鐵雖然它是固定在水泥上面的，可是它其實本身是靜力平衡。所以，它就算角鐵如果有一點鬆掉的話，理論上是結構是不會受到影響的。橋圍紅嘅入口意向總之，老福公社區大半都講話係，那為嘅主題係農夫實習。第二作為動到左邊嘅東西，學校未安排為左邊嘅師傅去教。講起講上課家下，學生嘅都識學過左邊。唔過啲現場實際來做，總係同本單按上嘅有所長。有時節就會考驗大家的反應能力。我覺得最大困難是，就是我在還沒來之前想的組構方式是可以做起來，但是主意師覺得花太多時間那種方式，
太耗时了，所以他就帮我改一个方式，然后改这个方式又变成说，本来是竹编跟骨架是摊在地上，然后要把它弯成这样形态，它是从1度曲面就是变成2度曲面，那这样的话它会造成形变上困难，所以我们花了一整天的下午在讨论这件事情。利用做嘅老塑料，也得学生嘅寒大做出室内嘅生态教室，做啲材料雕5个嘅量体，其中音乐院陈运图嘅富顺生活空间地图，演讲型嘅活动家嘅，对也得学生嘅来讲係动态嘅挑战。我们在做这个竹构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挑战竹子这个弯曲的特性，但是竹子是因为是自然材，它本身就有自己的弹性，然后每一根的弹性都不一样。那我们加工又有我们加工误差，所以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跟它搏斗，就是你这支烤不对了、不顺了，下来要微调，一直在瞧这些细节啊。作为1礼拜，对主结构、次结构都熟练，按照学生嘅动很辛苦、动认真，看到也到村民都知道动感痛。嗰種唔單槍強下腦袋聽做，未搞幾下掉，按用嚟做會較好。因為幾下下有啲嘅東西，尤其係傳統工具喺度，要嘛嚇手工具喺度，可能幾多學生啊，係冇嘛接觸過，所以講，你話嚇，啲你嘅啲土地話嚇，你也願意來幫忙幾多細幫助來嚇，指導幾多嘅樣板應用。其實咧，對咱來講，大大的改觀，哈，伊拉都學生啊，幫面做，恁純粹來了解人哋講，其實全部建築系學生冇去讀，冇去讀其他全部是跨領域的科系來，好，所以來講來到動嘅靜心動活，好動上網來到學生嘅動優勢，喺個感覺來分享伊拉都來鼓勵伊拉都來主要伊拉都態度動活，喺感覺伊拉最敬佩的地方。一位參加呢組嘅亞條兒，除係有教台嘅建築所，其他大學呢所跨兩位嘅學生嘅，未有幾隻技能嘅學生嘅嚟做志工，大家相互交流，留好多嘅發揮出來。差距就是因為在學校通常都是他會給你的題目，然後大家都會知道他會有什麼走向，可能會有什麼問題，但是這個不一樣，這個是沒有辦法預知的，所以可能會另外出現一些有的沒的，就要用其他方法去解決。對，所以就這一點比較不一樣。在工地的部分是，這些師傅技術能力比較強，但是他可能就不太會講解這一塊。但是學校老師很會講解，他可能不太會操作。那我發現有一個很棒的地方，就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優勢。那是在技職體系的就是高工這一塊，同時可以傳授實務的實作的技術跟經驗。呢組活動作為青年，建知名第一動中健好，能拜佢無會看天，搶到配國鄉鎮同田中下來做，行為許多態度是。為了呢種嘅理念同教策發揮出來，都市人分到的分多金的密度比鄉村的人還要低，所以單就這一點就可以知道說，其實鄉村的人也許心靈是更飽滿的。然後我這幾年7年了，然後都是在偏鄉，然後有一些建築師跟老師有在跟我提一件事情，是不要回避一個問題，都市人可能比鄉村偏鄉的人還需要被易足，然後那易足是心靈上面的易足。
也有学生嘅天公就出来做，一切做到一条路山。有时节做事还会做到上工冇半夜。上海嘅村民还会准备为新翻村本嘅夜钓生，透过每盘呢细型嘅表演费。夜钓本单做事作为规日的全音乐嘅，以下嘅轻松加动作。渐渐风，渐渐雨，此油此菜，飞天归地。也有学生嘅第一无限嘅每一礼拜，用甲味道菜体、甲味道土体嘅方式，嚟留沙期打造做含卡形式、含卡有法力，也按情按层嘅人气，其实未讲出做建筑本单改为有嘅思想同意义。